跟住最後啦，咁快就嚟到最後啦。但係最後之前呢，我係有啲嘢咧想要同大家分享嘅。咁希望大家可以俾熱烈嘅反應，令到成個華富村嘅所有居民都聽到我哋嘅歡呼聲。OK。再見 UFO 咧將會喺3月19號正式上映。咁咧，希望大家可以入戲院多多支持呢一套電影啦，亦都記得聽埋首歌先走啦，因為首歌咧我就唔劇透俾你聽喺邊度嘅，但係我覺得係擺咗喺一個好優秀嘅地方嘅。咁我亦都好開心啦，我哋呢一首歌咧係入圍咗金像獎嘅最佳原唱電影歌曲嘅，恭喜你紅爺！因為紅爺同時咧都入圍咗呢個金像獎嘅最佳原唱音樂嘅，大家俾多啲歡呼聲！多謝呢套電影《再見 UFO》同埋華富村，多謝華富村。咁我哋都真係好開心，可以有呢個機會喺呢一度 busking 俾大家聽啊！雖然好緊張，但係都真係一個我覺得好珍貴嘅回憶嚟嘅。咁可以同你哋一齊喺度度過呢個時間呢，我哋都真係覺得好開心。希望你哋 enjoy 呢一首歌，華富1號最後一次送俾大家。每一幕像人間傳奇，頑石滿途，想起各種憶記，如何地光怪陸離，秘密要守我跟你。從天台的那一年永記，從星空的那一年死未地。如你在此聽到嗎？如你在此請歸家，回到舊地就能再會大家。往日一起繪最美的畫，栽最美的花。我的童年你不缺席對嗎？如你望天找到嗎？如你望星找到嗎？奇怪是你見過嗎？不明事件真的嗎？往日怎麼分對錯真假？一切似煙花，瞬間消散，最使人念掛。已長大，在人間歷奇，頑石滿途，將理想置之不理。成人是光怪陸離，也別放手，我跟你。從分開的那一年永記起，回天台的這一年盼你。如你在此聽到嗎？如你在此請歸家，回到舊地就能再會大家。往日一起繪最美的畫，栽最美的花。我的童年你不缺席對嗎？如你望天找到嗎？如你望星找到嗎？奇怪是你見過嗎？不明事件真的嗎？往日怎麼分對錯真假？一切似煙花，和你的失散最使人念掛。
召，請聽到嗎？華呼召，請歸家，回到舊地，就能再會大家。往日屋邨一齊記得嗎？歡笑與喧嘩，我的童年你不缺席對嗎？華富望天找到嗎？華富望海找到嗎？奇怪是你見過嗎？不明是見真的嗎？往日怎麼分對錯真假？觀瀑布水花，你的所有最使人念掛。Thank you，多謝大家。喺個電影入邊呢，係會放走佢嘅，我可唔可以唔小心放手？我哋隨時可以放。幫你一個啦。開始聽到嗎？如你在此請歸家。好，而家好。回到舊地，就能再會大家。